大家好，又係今期流行嘅時間。今集咧同大家介紹下教主盧瀚霆嘅新歌。歌名咧就叫做你都有今日。呢一個亦都係 Anson Lo 咧喺2025年嘅全新個人單曲啦。其實咧呢首歌咧好得意啊，即係咧我琴晚聽到嘅時候，第一樣嘢就俾個歌名吸引住啊！咁得意啊，你都有今日，係咪一個華人嘅説話咧？即係你都有今日啦咁樣。通常啲廣東嘅意思係咁啊。但係咧聽落首歌嘅話咧就完全唔係。第一個感覺咧就當時咧我一聽咧就冇睇任何嘅資料啦。純粹一聽就唔知點解好強烈俾我感覺咧呢首歌係好 Dear Jane 啦。另外個歌詞咧亦都寫得非常之好，似乎係一首好好聽嘅勵志歌。果然咧即係咧都有少少 sense 咧，聽得出原來真係有關喎。睇翻個製作班底咧，作曲咧就係阿 Howie 啦，就係 Dear Jane 嘅成員之一啦。作曲咧就係佢，填詞咧就係 Wyman， 編曲咧就係 Dear Jane 同埋黃兆銘啦，監製都係 Dear Jane 加埋呢一個關禮深嘅。所以咧其實首歌咧的而且確一聽到教主一唱咗幾句，已經感覺由個煙草開始就覺得成首歌係好強烈 Dear Jane 阿珍佢哋嘅風格啦。當然首歌就非常之好聽，係一個好好嘅勵志歌啦。首歌咧就喺25號咧就前日嘅夜晚咧就有呢一個 MV trailer 啦，跟住尋日嘅中午12點鐘咧就係叱咤樂壇首播，中午1點鐘就係各大音樂平台上架，琴晚9點鐘亦都係 MIRROR 嘅 YouTube 嘅 channel MV 首播啦。其實咧琴晚聽完首歌睇埋個 MV 已經好想即時同大家分享做呢一集，因為咧真係有啲急不及待去同大家介紹嘅感覺，因為呢首歌咧係近期一首我非常之中意嘅歌嚟㗎。我唔知道首歌到尾個成績係點樣啦，但係聽得出咧呢一首歌俾我嘅感覺就係好有嗰種大熱一首流行曲嘅感覺咯。尤其是教主今次嘅演繹咧，俾我好大嘅新鮮感。尋日咧聽完首歌之後咁睇翻資料咧，即係呢首歌咧就係 Dear Jane 同埋阿森啦共同監製，為教主咧度身訂造第一首佢嘅 band 生流行歌曲啦。展現唔同面向嘅 Anson Lo 啦。Lo 咧亦都話咧之前咧未試過有 band 生歌呢一啲嘅慢歌呢種嘅曲風啦，於是咧就主動咧就同 Howie 咧就邀歌喎。好彩咧佢就一口答應咧，而且咧 Dear Jane 咧同埋阿森咧亦都係我入行7年以嚟咧第3個組合合作嘅監製。大家都知道咧，之前咧阿 Lo 嘅歌咧多數都係 Eric Chan 啊或者係徐浩嘅監製啦，所以咧今次無論係錄音嘅方法啊、語氣啊、技巧啊，亦都同以往嘅錄音咧好大嘅分別。阿 Lo 咧就話自己咧就獲益良多啦，亦都話咧最感恩咧就係第一日錄音嘅時候咧 Dear Jane 咧係阿珍咧全員嚟陪住佢，即係令到佢好驚訝啦，亦都好開心啦。就話佢哋幾個咧好似大哥哥一樣陪伴住自己喺側邊指導住我，亦都好 sweet。而且咧佢哋都讚我有進步啦，可能因為近半年咧更加頻密地上唱歌堂，所以咧錄音咧就比以往咧更快完成咧。所以咧點解即係同大家講咧就係琴日聽到阿 Lo 咧一開口頭嗰2-3句已經覺得佢嘅唱法的確係同以往好唔同喎。我唔知係咪因為阿珍咧佢哋嗰啲歌嘅強烈嘅風格影響佢啦，但係咧更加令我感覺就係今次阿 Lo 嘅唱歌，無論佢演繹啊、咬字啊，甚至乎嗰個節奏啊、感情上嘅運用咧，係比之前咧幾明顯地進步咗另外一個層次。所以琴日一聽就有 band 生嘅風格啦，再加埋佢嘅唱腔咧，的確係令我覺得非常之搶耳。幾好聽喎！即係第一個感覺就係呢一種咁樣嘅 feel。阿 Lo 咧亦都好感激咧今次合作嘅 Wyman 啦，為佢自己趕工填詞啦。大家知道啦，即係阿 Y 咧同阿 Lo 都可以話合作無間啦。佢亦都咧親自咧為呢一首歌咧講解呢一個創作嘅概念，亦都非常之有意義啦。佢就話啦，以往咧都會咧好長篇大論咧就同阿 Y 咧就溝通佢嘅諗法啦，即係想首歌講啲乜嘢啦。但係今次咧佢只係同佢講咗一句，希望首歌咧同人生
以及時間有關。咁啊結果咧 Y 咧前輩咧就選擇咗活在當下呢一個為主題，意想不到咧咁貼近自己嘅心境啦。事關咧阿 Low 都話自己咧即將踏入呢個29+1，即係30歲呢個年齡啦，對人生咧亦都有唔同嘅體會。咁啊近年咧 Anson Lo 亦都致力令到自己嘅心靈更加健康啦，過程咧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好似行山啊、旅行啊、跑步啊、grounding啊同埋冥想等等。咁啊同時亦都盡量令到自己有更多 me time 啊。大家聽過咧，即係2024年嘅自我，大概大家就知道阿 Lo 去到呢個心境。咁啊今年咧更加成功做到好多同屋企人食飯傾偈啊，亦都學識慢慢放下啊。無論係以往嘅失敗經歷啊，邊啲做錯嘅事都慢慢學識放低。咁啊所以咧其實呢首歌亦都真係好有呢一種正能量、好勵志嘅感覺啦。咁啊歌名咧亦都有另外一番嘅味道喎。咁啊阿 Lo 嘅親自解説咧就話：你都有今日咧呢個歌名咧相當之有趣啦。佢仲話記得咧 Wyman 咧第一次話俾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咧，都叮囑我千祈唔好俾佢嚇親。雖然咧你都有今日咧，好似帶啲串嘴嘅意味啦，好似咧串緊別人或者諷刺緊別人一樣，但係其實咧係好有鼓舞性嘅。意思咧就係話，無論昨日嘅你有幾辛苦同埋有幾有挫敗感都好啦，自己覺得一事無成都好啦，但係起碼你都有今日，至少你都還擁有今日，即係活在當下，你仍然健在啦，仲喺度啦，仍然有呼吸啦，仍然活着啦。所以咧，我哋應該為呢樣嘢感恩啦，因為我哋咧仍然有今日可以作出改變，甚至仍然有今日可以活出自己想要嘅模樣。所以咧，每個人咧都要活在當下，唔好再糾纏過往失敗或者失意上，好好把握今日。咁啊，淨係聽呢個解釋咧，已經係非常之有意思。即係我覺得嗰個歌詞咧寫得非常之到位啦。的而且確嘅，即係你仍然都有今日，唔係串緊你話你都有今日啦，冇呢個意思嘅。即係話你仍然都擁有今天，你仍然對於聽日或者之後仲有你未來，有未來咪即係有希望咯。咁所以係一個好有正能量、好有鼓勵性嘅一首勵志歌嚟。咁啊，至於 MV 方面咧，為咗更加完美咁呈現呢一首歌嘅勵志歌詞啦，咁啊見到咧阿 Lo 咧喺 MV 裏邊咧化身因為媽媽咧昏迷入院而立志做護士嘅男生啦，喺醫院裏邊咧就見盡人生百態細味、生離與死別。咁大家如果見到咧，即係佢喺尾段咧開個 locker 見到佢張媽咪嗰張相，大家就知道係一個即係佢自己屋企人，即係佢媽媽有事嘅一個護士啦。咁啊，亦都喺佢醫院喺嗰個 MV 裏邊都呈現咗唔同嘅一個 scenes 啦。咁包括咧揾到咧即係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嘅阿朱康啦，最佳新演員嘅蘇文濤啦，又有男神阿柯偉林同埋 Ivy So 啦。咁啊，即係佢哋做一 pair 啦。跟住阿朱康就同阿文濤咧就做父子啦。小薯茄嘅彤彤咧，亦都分別咧譜出3個唔同嘅病房發生嘅感人故事。其中咧演爸爸嘅朱康咧，仲要咧掌摑阿仔蘇文濤。咁啊，即係咧令到咧好多網友一睇嘅時候咧，就感覺就哇，成個 MV 咧直頭好似睇緊一套電影咁樣喎。即係咧咁多好戲之人，即係以呢個卡士的確係可以咧拍一套電影喎。咁啊，即係非常之正啦。首歌又好聽，MV 又拍得好睇。阿 Lo 亦都話咧，今次咧碌爆友情卡咧，請埋一班好戲之人助陣啦。佢就話好多謝各位好戲之人咧，肯幫手拍 MV。仲記得咧，我邀請阿大佬朱康演出嘅時候咧，佢聽完首歌嘅故事咧嘅大綱已經好中意啦，咁好爽快咧就一口應承。雖然咧3分幾鐘嘅 MV 咧好難詳盡解構每一個故仔啦，但係大家嘅演出咧都令到阿 Lo 咧非常之感動。咁啊，就算只係得10秒嘅鏡頭咧，都能夠感受到角色咧喺面對生離死別嘅時候嘅抉擇同情緒啦。但係無論係人生有幾多挫敗，大家都要活著當下，因為咧我哋起碼仲還有今天，仲有呢一刻可以珍惜眼前人。咁我覺得呢一個非常之正能量、好有意義嘅一首歌嚟。咁啊，今次咧除咗挑戰 band 山曲風之後啦，阿 Lo 咧更加首次大玩制服誘惑喎。咁啊，第一次咧就着上護士制服，咁啊就話咧花姐竟然笑我咧唔似男護士，反而咧似係正係讀緊護士課程嘅學生喎。咁啊就話可能我樣咧比實際年齡再後生啲啦，加上樸實嘅造型就更加後生。其實咧佢話自己咧細個時候咧都會受套電視劇嘅影響，曾經都立志過諗過做醫生嘅。
但係咧，即係可能佢 bio 啊或者 chemistry 就唔係佢嘅專長啦，所以咧就放棄咗醫生呢個夢。估唔到入行做 artist 之後咧，反而可以咧做翻醫護人員，感覺咧就非常之有趣之餘咧，更加尊敬所有醫護人員啦。事關佢哋喺除咗專業咁完成工作之後咧，更加要處理病人嘅情緒，連帶自己嘅情緒咧都會受到影響，所以咧對佢哋嘅專業同埋意志力就深感佩服啦。其實咧的而且確咧呢一首歌係俾大家嗰個感覺係非常之勵志啦，好正。首歌又個節奏又好，然之後咧歌詞亦都好快，可以令到大家即係可以話係朗朗上口啦。所以咧我見到好多網民都話呢首歌即係好治癒啦、好感動啦、好正面啦、好勵志啦。都同意嘅，我更加覺得就本身個 melody 好好聽啦，阿 Low 嘅唱功又進步咗好多，呢個先至係好重要嘅一個原因。亦都見到咧今次咧阿珍咧加埋 Wyman 加埋阿 Low 呢個黃金組合啦，又真係幾有火花，令我非常之驚喜嘅一首歌嚟嘅。即係咩歌叫做朗朗上口啊？大家如果聽過咧，就會好容易理解聽過呢一首歌。即係好似佢 chorus 有幾句咧，即係從前落雨悲，不影響今日的天氣，能原地再起，總吸到鮮甜的空氣。你基本上你聽2-3次，你已經可以跟住唱。而我覺得今次教主咧，佢喺呢首歌嘅演繹上面嗰個進步咧，大家留意下佢每一句歌詞嘅尾音啦，嗰個感情嘅運用，嗰個節奏係做得非常之好，我覺得呢個係都幾明顯嘅進步嚟嘅。即係一路以嚟咧，大家都知我都好中意、好欣賞阿 Anson Lo 嘅慢歌啦。今次呢一首嘅勵志歌，俾我一種除咗 band 生嗰種節奏感之外咧，亦都可以見得到阿 Lo 咧喺嗰個感情上運用，唱呢啲歌係特別細緻、特別有味道嘅。即係咧，雖然咧我就唔係神徒啦，不過咧就誠意向大家推薦咧，今次咧盧漢廷喺琴晚推出嘅新歌你都有今日，一首好歌咧係應該要俾大家看見嘅。如果大家咧聽到個節目嘅朋友，如果未聽過咧，就快啲去 YouTube channel search 翻呢首歌你都有今日咧，去聽下你就知我講緊乜嘢㗎啦。至於如果有聽過呢首歌嘅朋友，對於呢隻歌有啲咩睇法，有啲咩感受，都歡迎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分享更加多。今集咧同大家介紹盧漢廷嘅新歌就講到呢一度，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我哋下集再見。